今日就距離上一段片就過咗3-4日㗎啦，3至5日啦，應該出片時間3至5咁4至5日左右應該就好。咁我哋今日就佢嗰個活動就終於更新咗啦，更新咗2日，咁我哋即刻就一次過嚟試一試啦。之後所有道具嘅獲取方式，我就應該會擺條片嘅結尾，因為我自己都已經睇晒點樣去攞所有道具㗎啦，所以我而家就有6種道具俾大家睇下先。首先就係佢本身俾我哋嗰個 add-on 裏面都有㗎啦，可以整出嚟嘅啦。呢一個就冇咩特別，範圍攻擊。之後另一個就係可以吹嘅又可以彈走啲敵人，但係冇任何攻擊性嘅有防禦性咯，可以講。之後呢一個就加速用，你直情唔使喐佢都會自動幫你喐嘅。就我唔知係好處定壞處啦。仲有3種。之後就呢一個係遠程攻擊，係可以掟嗰啲薯仔出去。就你要等佢充咗能之後就隔佢一陣，等佢唔再喐之後就再放手，咁佢就會自動發射，瞄準翻啲敵人就得㗎啦。之後呢一個係仙人掌球，就掟落去佢會喺地下，咁佢就會持續對周圍嗰啲敵人造成傷害，即係當啲敵人踩過嗰陣時就會造成傷害，或者掟中佢嗰陣時都會造成傷害。呢一個就打中個敵人嗰陣時就有機會暈咗佢，同埋一定會有擊退嘅效果，就係咁。就係咁。之後我哋即刻就嚟睇一睇今次活動先。我獅子係乾咗啲嘅，而家殺咗170個，佢一共殺200個，避免嘥太多時間，我已經殺剩30個。好，之後呢一度就係至少40% 嘅貨車送達3格。好，就好簡單嘅，我獅子都試過100% 嘅啦，嗰架車冇錄低，不過應該有 cap 圖。我睇下會唔會擺結尾嗰幅圖，如果我記得嘅話。好，咁事不宜遲，就即刻開始啦。邊個喺度吹？我嗰邊。之後我係所有道具都買晒㗎啦。再介紹多少少嘢先。呢一個佢可以吹啦。之後呢一啲係頭套，可以笠落個頭度嘅。例如你戴個筒帽喎，咁你哋睇左上角就會變咗咁樣。或者我開入去俾你睇，就係咁樣啦。之後雞帽，熔岩雞帽就係咁樣嘅。其實唔係幾清楚，睇側邊最清楚。左上角。之後村民帽就係咁，中箭帽咁樣咯，冇咩特別。最後一個就係豬帽，豬人帽係幾得意嘅，但係就唔中意。之後呢一啲係氣球，就冇咩特別。你行後佢就向後，你行前我就唔知佢係點嘅。呢一個都係啦，都係氣球啦。之後呢一啲就你 right click 佢有效果嘅，即係例如呢一個佢就會發出一啲羊叫聲。呢一個 creeper 爆炸前嘅聲。呢一個就非常正常啦。
再加啲 particles。之後呢一個應該係電吉他啦，我估聽起嚟嘅聲就係咁。呢一個係吉他。呢一個係三角鈴，如果我冇記錯佢個名嘅話，係好細聲嘅。之後呢一個係琴，佢翻譯有啲衰啊。之後仲有鼓。反正全部樂器都係圍繞住同一首音樂，就係呢一首。基本上你有唔同樂器嘅話，你都可以揾到唔同嘅 friend 一齊，就可能佢哋會一齊同你伴奏啦，之類。我呢幾日就玩得好開心，就可能嗰啲 cap 圖會擺晒喺結尾啦，就做彩蛋啦。你哋想睇就睇，唔想睇就唔好睇。就係咁正式開始。我哋今次要去嘅地方係荒野。暫停。好，等咗7分鐘之後就正式開始。咁第3個活動我建議都係嚟荒野打㗎啦。荒野只要你幾乎每個敵人都打死都計分，所以就好簡單。你就最好都係嚟呢一邊玩，呢一邊係最快嘅。上次由30幾直接升到100%，只係玩咗2-3場。就 OK， 之後40% 都冇咩好講啦，就好簡單。同埋仲有一個提示，就係如果你發現啲人全部都行到好前嘅話，你就跟實佢。就其實我覺得，如果你真係想玩你啲人一定要識玩咯。即係如果你係識玩嘅話，你會發現，咦？當全部人都唔喺佢身邊喎，佢架車會停低。咁當你架車入咗觸發啲怪物 spawn 出嚟嗰個範圍之後，佢架車就會即係你就最好即刻離開，就等架車停低。你一見到有任何怪物去緊佢隔離，想打佢就即刻殺死佢。呢一個係攞100% 嘅關鍵，但係可惜就冇咩人識咁玩嘅。咦？開咗，咦咁好嘅，咁我就唔使咩咯，好嘅，我結尾嗰陣時有一個道具係會喺呢一邊附嘅，就唔使咁辛苦 parkour 入去啦，係都幾難嘅 parkour。你唔好睇我條片裏面一次碰次又搞掂，又係好難。之後呢一度有一個綠寶石，我自己攞咗。呢個
喺嗰邊呢一個位跳上，之後喺呢一個位會有一粒綠寶石，就可以繼續跳。搞掂第一個活動就新怪。順便帶大家體驗下新地圖，都幾好。雖然我都嚟過唔止一次。呢一度都幾好玩啊！係，仲有綠寶石，最珍貴嘅唔係一次過攞200，最珍貴係一次過攞500。喺呢一個位會有一粒，印象中係咪咧？好似係躺平，搞掂咗添。哦，喺呢一度。順便帶大家攞一個武器先，咁樣我結尾剪少一個，就反正佢而家直通咗，就唔使拍 call，就影少啲都冇所謂啦。呢一度係攞嗰個所謂嘅水桶雙節棍，我就覺得怪怪地嘅呢一個名喺呢一度，只要你成個人拍咗埋去就攞到㗎。我就因為攞咗，所以就冇任何特殊音效或者其他嘢，就係咁咯。但係睇呢啲咪唔識玩咯，喺前面幫佢帶路。一旦佢啲怪物已經成功 spawn 咗出嚟，你就最好俾佢即刻停低。咁樣你攞100% 嘅機會就高啲，但係你睇後面嗰啲分明唔識玩咯，就最好就俾我喺後面，我最識玩。太慘啦！走啦！係冇啦，你唔識。好多人都係淨係貪打，就唔知有呢一個方法。睇下今次有冇可能100%知？我最高4點，我要冇啦。之後除咗100%之外，最高就係97，但係而家都冇。喂，呢度仲有一個咧，要點 parkour 上去咧？有啲疑惑添，就等陣再搞啦。冇啦，反正我打咗幾下就研究下先。下次佢呢一都要講啲整理啦。哦，之後就喺側邊上去呢度，一邊搞掂，就一個絕招動作啊，係，仲有帶大家嚟睇一睇呢個上次第2個活動俾嗰個動作先，好似係第2個活動，睇左上角，就係咁，完全冇任何聲嘅，都正常嘅，雖然。好，咁今次個動作就都帶大家嚟睇一睇啦。咁我快速寫一寫先，就諗下先喺邊呢？呢個我揾個先。咁我等下先，佢睇。好，佢個翻譯就有得睇嘅。卡路茅什睇咗上角，可能攞把劍會好啲，就或者攞把斧頭。好，就係咁樣啦。就
同埋就有一樣傷心啲嘅嘢，就係礦洞第二層到而家都未開，就慘啲。就好啦，咁就我就剪埋啲彩蛋片段啊，cap 圖啊，即係呢幾日自己玩嗰陣時 cap 圖啊，同埋各種道具嘅獲取方式啊，就我全部剪喺結尾啦。好，就今日條片到此為止。咁就如果中意嘅話就請大家俾個 like 我，或者如果你真係好中意嘅話，就俾個 subscribe 我啦。就希望啦，就好啦，咁就。